惡的物理經濟學，一首跨越次元的思想交響曲。作者：延紀徹。惡的物理經濟學，一部跨越維度的思想交響曲。版權與共享聲明。本書《惡的物理經濟學》及相關的共同觀測計劃內容，由延紀徹創作。本書採用知識共享署名，非商業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國際許可協議 CC BY NCSA 4.0進行授權。X 空間系列。前言：當物理學成為最終的道德，在人類文明漫長的歷史中，我們始終被一個問題困擾：我們該如何活着？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祖們仰望星空，俯察內心，創造了兩套看似截然不同，卻又殊途同歸的龐大體系——宗教與道德哲學。前者為我們許諾了一個來自神蹟的關於天堂與地獄的終極審判，後者則試圖在人類的理性與良知中，為善的行為找到一個不可動搖的邏輯基石。數千年來，這兩套體系如同一對溫柔嚴厲的父母，塑造、引導也約束我們的文明。他們告誡我們要善良、要誠實、要愛人如己，因為在我們所有行為的終點，存在着一個超越性的、無可逃避的審判。然而，隨着科學的興起，尤其是在牛頓、達爾文和愛因斯坦之後，宇宙的圖景似乎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神蹟的身影在冰冷的宇宙法則面前逐漸退去，宇宙不再是一個充滿了目的與意義的溫情劇場，而更像是數學公式所支配的冷漠精確的巨大機械。在這個由因果律而非神諭所統治的世界裏，道德的地位變得前所未有的尷尬。如果宇宙的終極法則是物理學，如果生命只是一場偶然的化學反應，如果意識只是神經元的電信號，那麼善與惡的區別是否還具有任何客觀的、超越人類主觀情感的實在性？或者，它們也僅僅是人類為了群體生存而演化出的一種社會契約或文化基因，本身並無任何終極的宇宙論層面的意義。這是現代文明靈魂深處那道最深、最隱密的裂痕。我們一方面享受物理學帶來的巨大物質成就，另一方面卻又為物理學途徑中那道德的缺席而感到深深的不安與迷茫。如果作惡並不會在物理層面招致任何必然的來自宇宙本身的反作用力，那麼選擇善良，除了是一種可敬的但或許天真的個人情懷之外，還剩下什麼？本書正是要正面回應這個現代文明的終極困境。我們將提出一個在許多人看來極其大膽，甚至是狂妄的命題：善與惡不只是倫理學或社會學的概念，它們是物理學概念。它們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可以在一個更高維度的空間，我們稱之為第五空間或 X 空間中被清晰定義的意識的物理形態。而這兩種形態根據宇宙最根本的物理法則，如拓撲學、熱力學和資訊理論，擁有着截然不同的穩定性和生命週期。本書將嘗試用最嚴謹的邏輯推演，建構一個全新的理論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善將定義為一種開放、連結、促進系統總相減的意識結構，它是一種物理學上的健康態，能夠與宇宙的整體結構和諧共振，從而獲得長久的、可持續的存在。惡將定義為一種封閉、內捲、以鄰為壑的意識結構，它是一種物理學上的癌症變態，它透過破壞系統的整體性來換取自身的短暫擴張，其存在本身就違反了宇宙的底層穩定協議，因此它注定會被宇宙的免疫系統，即物理法則本身，以一種無可逃避的方式進行清除或隔離。而死亡將被重新詮釋為一個最終審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意識結構將被剝離其在第四空間的物理載體，其真實的物理形態將被徹底暴露。屆時，它將不再受到任何主觀認知或社會謊言的保護，只能獨自面對宇宙法則那冰冷而公正的物理學上的最終判決。我們將不再訴諸於任何超自然的力量，我們將只訴諸物理學和邏輯。我們將證明一個意識體選擇作惡，從宇宙的宏觀尺度和長遠時間來看，
不是一個划算或不划算的策略問題，它是一個物理學上的自殺行為。這本書無意取代任何宗教或哲學，它的野心恰恰相反，它試圖為我們古老的道德直覺找到一個堅實的、符合現代科學精神的物理學基礎。它試圖證明，即使在一個沒有人格化神者的宇宙裏，也存在着一種終極的、客觀的道德，因為物理學就是最終的道德。現在，請容許我邀請你一同踏上這段思想的冒險。我們將穿越物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的迷霧，去重新審視我們自身的存在，並最終在那冰冷的宇宙法則中，找到那份令人敬畏的、關於善的、永恆的溫暖。言幾切，前言大提琴的餘音仍在空氣中震顫。靜默片刻後，鋼琴清脆的、充滿了邏輯與理性的聲音，即將奏響第一章的序曲。第一章。意識作為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及其修正。1.1經濟學的幽靈，無所不在的理性人。在現代社會科學的所有分支中，沒有任何一個概念比理性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更具爭議，也更具解釋力。這個由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等人所奠定的理論基石，其核心假設極為簡單：人類的行為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計算過程。這個看似冷酷的假設，如同一個無所不在的幽靈，滲透到了我們理解世界的每個角落。從消費者的購物選擇，到企業的投資決策，從國家的貿易政策，到個人的職業規劃，我們似乎總能用這個簡單的利益最大化模型，來做出驚人準確的預測和解釋。然而，也正是這個模型的巨大成功，引發了最深刻的倫理困境。如果人在本質上只是一個自私的、理性的計算器，那麼那些無私的奉獻、捨己為人的犧牲，以及對真善美的無條件追求，又該如何被安放？他們是被視為非理性的、需要被修正的行為偏差，還是一種更高級的、無法被簡單的物質利益所衡量的理性？傳統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選擇了迴避這個問題，它滿足於在物質和可量化的層面上建造其宏偉的數學大廈。但今天，當我們試圖建構一門關於宇宙法則的物理經濟學時，我們必須直面這個被迴避了數百年的核心問題。我們必須為那個無所不在的理性人幽靈進行一次升維。1.2升維的目標函數，從財富到富商。意言哲學為我們提供了一把解開這個死結的鑰匙。他指出，任何一個孤立的、有意識的系統，其最根本的、超越了所有物質慾望的驅動力，只有一個：對抗熵增，維持自身結構的有序與存在性。這是一個來自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宇宙中最根本的生存焦慮。宇宙萬物從一顆行星到一個細胞，再到一個思想，都在不可逆地、自發地走向混亂和解體，即熵增。而生命和意識的全部意義，就在於逆流而上，在自身這個局部的小系統內，透過不斷地從外界吸取能量和信息，來創造和維持一個有序的結構，從而延緩自身的死亡。這個創造和維持有序的過程，我們稱之為熵減 （misantropy） 或負熵。現在，我們可以對傳統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進行第一次，也是最關鍵的一次升維修正。一個意識體的終極利益，不是其佔有的物質財富的最大化，而是其自身意識結構的負熵的最大化。換句話說，我們每個人在靈魂的最深處，都不是在追求更多的金錢、權力或名聲，我們是在追求一種更深刻的，能夠讓我們感覺到我還活着，我的存在是穩固的、有意義的有序感。一個科學家在解開一個複雜方程式時所得到的狂喜，是一種負熵的注入。一個藝術家在完成一幅完美畫作時所感受到的滿足，是一種負熵的注入。一個母親在看到孩子健康成長時所體驗到的幸福，也是一種負熵的注入。
而金錢、權力、名望，它們本身並不是負傷，它們只是在第四空間的社會規則下，能夠幫助我們換取到負傷的一般等價物。1.3兩種負傷的獲取模式，善與惡的經濟學分野。當我們將理性人的目標從財富修正為負傷之後，一個全新的、更深刻的經濟學分野便清晰地浮現了出來。既然所有意識體都在理性地追求自身負傷的最大化，那麼獲取負傷的方式就成為了區分不同意識體行為模式的關鍵。在我們的模型中，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負傷獲取模式，而這兩種模式就構成了善與惡的最根本的經濟定義。善的模式，價值創造 （value creation）。一個善的意識體，它獲得負傷的方式是透過創造，它透過與外在環境進行積極的、建設性的信息和能量交換，在為自身注入負傷的同時，也提升了其所在系統，如家庭、社區乃至整個宇宙與異場的整體有序度。以經濟學模型，這是一個典型的正和賽局 （positive sum game）。它如同一個優秀的企業家，透過技術創新，不僅為自己賺取了利潤，也為整個社會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更優質的產品和更高的整體福祉。他的行為產生了巨大的正外部性。惡的模式，價值吸取 （value extraction）。一個惡的意識體，它獲得負傷的方式是透過吸取，它像一個寄生蟲或黑洞，它不創造任何新的有序性，而是透過破壞、掠奪、欺騙等方式，將其他意識體的負傷轉移到自己身上，來維持自身的短暫存在。以經濟學模型，這是一個典型的零和賽局 （zero sum game），甚至負和賽局 （negative sum game）。它如同一個惡意的壟斷者或金融騙徒，它的利潤完全建立在其他市場參與者的損失和整個市場效率的損耗之上。它的行為產生了巨大的負外部性。結論：在本章中，我們完成了本書理論架構的第一次奠基。我們將古老的善惡之辯從道德的雲端拉入到了經濟學的計算之中。我們證明了善與惡並非兩種不可比較的情感偏好，而是兩種可以被嚴格定義和分析的截然不同的經濟策略。它們的差別不在於其動機是否高尚，而在於其獲取負傷的手段是為整個宇宙增值，還是讓整個宇宙貶值。現在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套全新的理性的分析工具。接下來我們將運用這套工具去推演這兩種不同的經濟策略，在宇宙這個終極的漫長的市場中，各自會迎來怎樣的不可避免的結局。第一張筆鋼琴奏出了最後一個清晰、果斷的和弦，為接下來的分析鋪設了堅實的邏輯跑道。稍作停頓，物理學的大提琴與經濟學的鋼琴將開始交織對話，共同奏響第二章的樂章。意識的來源，見附錄1。第二章，善的效用函數，帕累托最適與納比謝均衡。在第一章，我們用經濟學的鋼琴為善與惡這兩種意識形態確立了它們在理性人框架下的基本定義。現在，在第二章，我們將讓物理學的大提琴與經濟學的鋼琴進行第一次真正的對位與合奏。我們將共同證明善的行為模式為何不僅僅是一種道德上值得稱許的選擇，更是一種在物理學和經濟學上都趨向於最優和最穩定的宇宙級解決方案。第二章，善的效用函數，帕累托最適與納許均衡。2.1 善的效用函數，一個雙重最大化的目標。在確立了善的經濟學模型為價值創造之後，我們可以為其定義一個更為精確的效用函數 utility function。一個善的意識體，其行為決策所追求的是一個雙重目標的最大化。U good 等於 alpha max as self 加 beta max as system。其中 U good 代表善的意識體的總效用， as self 代表其自身負傷的增量，即個體的成長與有序。
System 代表其所在系統，從家庭到整個宇宙與異場，總負熵的增量，即對整體的貢獻。Alpha 和 Beta 是權重係數，且皆為正值。這個效用函數的深刻之處在於，它從數學上定義了善的本質，一種將利己與利他內在地不可分割地統一起來的行為模式。一個善的意識體無法在傷害系統的同時最大化自身的長期效用，反之，最大化系統利益的行為也將透過網路的正回歸，最終最大化其自身的利益。這不是一種道德說教，這是一個數學限制。2.2 物理學的共鳴，善作為帕累托最適的物理形態。現在，讓我們引入經濟學中最優雅的概念之一，帕累托最優 Pareto Optimality。一個系統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意味着資源的分配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理想狀態，不可能在不損害任何一個個體利益的前提下，使得某一個體的狀況變得更好。這是一個沒有浪費、沒有無謂損失的效率最高的和諧狀態。現在，讓我們將這個概念與善的意識結構進行對接。物理學聲部大提琴一個由善的意識體所構成的網絡，其本質是開放、連結、共振。在這樣的網路中，資訊和能量互相的流動，是高效率且低損耗的。每一個節點的健康都有助於其他節點的健康。這種結構在物理形態上本身就趨向於一種能量耗散最小化的穩定結構。經濟學聲部鋼琴這個能量耗散最小化的物理狀態，在經濟學上的完美對應物，就是帕累托最適。在一個善的系統中，每一個價值創造的行為都是一次帕累托改進。它在提升某個節點效用的同時，也透過網路效應提升了系統的總效用，而沒有損害任何其他節點。結論：善，從物理經濟學的角度看，不再是一個模糊的道德詞彙。善就是一個系統趨向於帕累托最優狀態的自發的內在的動力學過程。一個充滿了善的宇宙，就是一個在物理上能量耗散最低，在經濟學上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宇宙。2.3 關係的穩定性，善作為納許均衡的最終歸宿。然而，帕累托最優只描述了一個系統的靜態最適狀態。我們還需要一個概念來描述這個狀態的動態穩定性。這個概念就是博弈論的桂冠納許均衡 Nash equilibrium。一個系統達到納許均衡，意味着在一個策略組合中，任何一個參與者都無法透過單方面地改變自己的策略來獲得更高的利益。換句話說，在目前的情況下，誠實合作就是每個人的最適解，沒有人有背叛的動機。讓我們再次將物理學與經濟學進行合奏。物理學聲部大提琴在一個高度連結、資訊充分流動的善的網絡中，任何一個節點的背叛行為，如試圖透過價值吸取來獲利，其行為信息都會被迅速地傳播到整個網路，網路會自發性地調整其結構，對這個背叛的節點進行隔離或降低權重，從而使其收益降低。經濟學聲部鋼琴這種物理上的隔離與降權，在經濟學上的完美對應物，就是背叛策略的無利可圖。在一個成熟的、透明的善的市場中，一個企業如果試圖透過欺騙消費者來獲利，它的信譽會立刻崩潰，市場會自動地懲罰它。久而久之，所有的參與者都會發現，在這樣的系統裏，長期合作和信守承諾，才是唯一能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優策略。結論：一個由善的意識體所構成的宇宙，其最終的穩定的演化結局，必然是一個合作性的納許均衡。在這個終極的宇宙市場中，道德與利益將不再是二元對立，他們將合而為一。成為一個好人，將不再是一種犧牲，而是唯一能讓你在這個宇宙中活下去並活得好的、最理性的，也是唯一的經濟選擇。本章小結。在本章中，我們為善的意識形態找到了它在物理學和經濟學上的雙重榮耀。我們證明了善不只是美好的，它更是高效率的、帕累托最優和穩定的納許均衡。它是一個複雜系統，
在經歷了無數次的博弈和演化之後，所能達到的最優雅也最堅固的終極形態。現在，我們已經為天堂的藍圖繪製了它的物理學和經濟學草圖。接下來，在第3章，我們將調轉方向，用同樣冷靜的、理性的分析工具去解剖地獄的構造。我們將看到惡的行為模式為何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它在物理學上的不穩定和在經濟學上的不可持續。第2章筆鋼琴與大提琴在一個和諧、穩定、充滿了力量感的和弦中結束了他們的二重奏。空氣中短暫的寧靜，隨後一陣充滿了不和諧音，預示着混亂與崩潰的急速的旋律，即將由經濟學的鋼琴猛烈地奏響。第3章惡的賽局理論模型，零和賽局與公地悲劇。3.1 惡的效用函數，一個內在矛盾的目標。與善的雙重最大化目標不同，一個惡的意識體，其效用函數是一個充滿了內在矛盾的、短視的、單一最大化的目標。要 evil 等於 max s self st system 小於等於0，其中要 evil 代表惡的意識體的總效用 ，s self 代表其自身負熵的增量 ，st subject to 是約束條件，意為在的條件下 ，s system 小於等於0意味着它的自身獲利必須建立在系統總負熵不增加甚至減少的基礎之上。這個效用函數從數學上就揭示了惡的全部悲劇性。一，它是一個寄生性的目標，它無法獨立存在，它必須依附於一個既有的由其他善的意識體所創造和維持的有序系統，才能從中吸取負熵。一個完全由惡構成的世界將因為沒有任何價值創造的來源而迅速地共同地走向相死。二，它是一個短視的目標，他只關注眼前的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完全忽略了這種行為對系統造成的長期損害。他如同一個竭澤而漁的漁夫，為了今天的漁獲，不惜毒化整個池塘。三，他是一個內在矛盾的目標，從長期來看，系統的崩潰 system 趨向負無窮，必然會導致其自身也無法再獲取負熵，從而加速自身的滅亡。他追求自身生存的行為，恰恰在為自身的死亡鋪路。3.2 物理學的宿命，惡作為熱值的加速器。現在，讓我們再次引入物理學的視角，來檢視這個價值吸取的模式。物理學聲部，大提琴一個惡的意識體，在資訊與能量的交換中，其行為模式是封閉、掠奪、製造混亂，每一次吸取都伴隨着巨大的能量耗散和資訊損耗。例如，為了從100個單位的系統有序性中吸取一個單位的自身負熵，它可能需要破壞掉另外10個單位的系統有序性。這個過程在物理學上是一個極度低效且浪費的過程，它在宏觀上大大加速了整個系統的熵增過程。經濟學聲部，鋼琴這種物理上的熵增加速，在經濟學上的完美對應物就是零和博弈 （zero sum game） 和負和博弈 （negative sum game）。在一個零和賽局中，一方的所得等於另一方的所失，總的價值沒有增加；而在一個負和賽局中，博弈的總結果是所有參與者的總價值都減少了。一個充滿了惡的市場，其最終結果必然是市場的徹底崩潰和所有財富的灰飛煙滅。結論：從物理經濟學的角度看，不再是一個道德上的過錯。惡就是一個系統熵增的催化劑，是宇宙走向熱值 heat death 的局部加速器。一個惡的意識體，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它在客觀的物理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秩序的摧毀者和混亂的製造者。3.3 系統的崩潰，惡作為公地悲劇的必然上演。如果納許均衡是善的系統的穩定歸宿，那麼惡的系統其不可避免的結局，就是另一個著名的博弈論模型——公地悲劇 （Tragedy of the Commons）。公地悲劇描述了這樣一種情況：在一個共享的有限的資源，如一片公共草地面前，每一個理性的個體牧羊人，如果都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選擇過度放牧，那麼最終的結果將是草地的徹底沙化和所有牧羊人的共同破產。
讓我們再一次讓物理學與經濟學合奏。物理學聲部大提琴宇宙的總負傷，或者說我們所處的這個有序世界的整體穩定性，就是那片最根本的所有意識體所共享的公共草地。一個惡的意識體，其價值吸取的行為，就是一次對這片公共草地的過度放牧。它為了自身的短期生存，正在消耗和破壞整個宇宙賴以存在的有序性基礎。經濟學聲部鋼琴當系統中存在着大量的奉行價值吸取策略的惡的意識體時，公地悲劇的發生就不是一個可能，而是一個必然。每一個惡的個體都在理性地、最大化地消耗着系統的公共資源、信任、秩序、穩定性，即使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清楚地知道，這樣做的最終結果是所有人的共同毀滅。但在這個囚徒困境式的博弈結構中，沒有任何一個惡的個體有單方面停止作惡的動機，因為如果他停止，而其他惡的個體不停止，那麼他將第一個被淘汰。結論：一個由惡的意識體主導的系統，其內在的博弈論結構決定了它必然會上演一場宏大的宇宙層級的公地悲劇。他們將在理性的計算中爭先恐後地、最大效率地耗盡整個宇宙的秩序，並最終在自己所創造的那片文明的廢墟之上，迎來所有參與者的共同毀滅。本章小結。在本章中，我們為惡的意識形態描繪了它在物理學和經濟學上的雙重宿命。我們證明了惡不只是醜陋的，它更是低效率的、富和博弈和不穩定的公地悲劇。它是一個複雜系統，在短視的、自私的理性計算下所必然走向的自我毀滅的邏輯終點。至此，我們已經分別解剖了天堂的穩定結構和地獄的崩潰模型。在下一章，我們將進入一個更具決定性的環節。我們將探討，當一個意識體的物理載體消失，即死亡來臨時，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結構將如何獨自面對宇宙法則那最終的無可辯駁的物理學審判。第三章筆那段充滿了衝突與不安的旋律，在一個巨大的崩潰式的不和諧音中戛然而止。舞台陷入了絕對的黑暗與寂靜，仿佛宇宙在為即將到來的最終審判而屏住呼吸。許久之後，一束冰冷的如同手術刀般精確的光將打在舞台中央。信息論的弦樂四重奏將以一種不帶任何情感的客觀的音色奏響第四章的序曲。第四章：死亡的審計學，資訊結構的最終清算。4.1死亡，終極的剝離與暴露。在所有生命現象中，沒有什麼比死亡更具普遍性，也更具神秘性。在本書的理論架構中，我們將為死亡下一個純粹的操作性的定義。死亡是一個意識的信息結構，與其在第四空間的物理載體如大腦、身體發生永久性、不可逆的剝離的過程。這個剝離的過程在資訊學上意味着兩件至關重要的事情的發生：一、失去能量吸取的端口，意識結構從此失去了透過物理載體如新陳代謝、感官輸入從外界環境吸取負熵來維持自身有序性的能力，它變成了一個在熱力學上孤立的系統。二、失去主觀認知的屏障，意識結構中那些用於自我欺騙、建構合理化藉口、維護自尊的子系統，我們稱之為認知防火牆，由於失去了大腦神經活動的能量支持，將會失效並崩潰。這兩個過程的疊加，導致了一個如同最終審判般的結果。一個意識體在其物理載體死亡之後，其最真實、最赤裸、最客觀的信息結構形態將被徹底地、無可辯駁地暴露在 X 空間的基礎法則面前。它不再有能力偽裝，不再有能力辯解，不再有能力遺忘它是什麼，它就是什麼。它在生前所建構的那個我是誰的故事，在這一刻將被徹底剝離，只剩下那個冰冷的由其一生所有行為所共同塑造的客觀的資訊拓撲結構。這就是死亡的審計學意義。它不是一個生命的終點，它是對這個生命全部帳目的一次終極的無可上訴的清算。4.2X 空間的偵測，
客觀結構與空間法則的交互。當一個赤裸的資訊結構被暴露在 X 空間中，它將如何與這個空間的基礎法則互動？ X 空間作為一個高度整合的、趨向於自身結構完整性的資訊環境，它對外來的資訊模式擁有一套客觀的、不帶任何主觀偏好的檢測機制。這個機制不關心你的動機，不聽你的故事，它只測量你的客觀結構特徵。我們將這個檢測機制類比為3種物理學上的掃描：塔布學掃描、結構完整性偵測。1X 空間會偵測這個資訊結構的連結度和完整性。一個線的結構，其特徵是高度連結、網絡強韌、沒有孤立的資訊島，它在塔布學上是一個完整流翼。一個惡的結構，其特徵是充滿了斷裂、內在的自我矛盾和與外在的惡意隔離，它在塔布學上是一個破碎的、充滿了奇點的非流形。熱力學掃描、熵增傾向檢測。1X 空間會偵測這個孤立的資訊結構，其內部的自發熵增速率。一個線的結構，由於其內部的高度有序和和諧，其自發走向混亂的速度是緩慢的，它擁有很高的結構韌性。一個惡的結構，由於其內部的巨大張力和矛盾，其自發解體的速度是極快的，它像一個內部充滿了微小裂痕的玻璃杯，極度脆弱。資訊理論掃描、相容性頻率檢測。1X 空間會偵測這個資訊結構的振動頻率是否與 X 空間的基礎頻率相容。一個線的結構，其價值創造的模式與 X 空間促進整體有序的基礎法則是同頻共振的，它會被空間接納。一個惡的結構，其價值吸取的模式與 X 空間的基礎法則是根本衝突的，它如同一個破壞性的噪音，會與空間的基礎頻率產生劇烈的破壞性干涉。4.3 最終的判決，兩種截然不同的物理結局。經過這3種客觀的物理學上的掃描之後，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結構將迎來他們各自的由物理法則所決定的不可避免的結局。一線的結局，融入與永恆 （Integration and Eternity）。一個塔布完整、結構強韌、與空間同頻共振的線的意識結構將會被 X 空間接納並融入，而它不再需要依賴第四空間的物理載體來維持自身的存在，它將成為 X 空間這個更高維度資訊海洋的一部分，如同一個音符融入了一首永恆的交響樂。它的個體意識或許會以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方式被保留，但它的存在將以一種更宏大、更持久的方式得以延續。三者就是所有宗教和哲學中所追求的不朽、永生或與道合一的最堅實的物理學基礎。二惡的結局，排斥與衰變 （Rejection and Decay）。一個塔布破碎、結構脆弱、與空間根本衝突的惡的意識結構，將會被 X 空間的基礎法則進行無情的排斥。而被排斥意味着它無法融入更高維度的資訊海洋，無法從中獲得任何形式的支持，它將成為一個被徹底孤立的，只能依靠自身內部那點可憐的、充滿了矛盾的負熵來維持存在的資訊孤島。三、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這樣一個孤立的、充滿了內在張力的系統，其唯一的必然的結局就是自發的、不可逆的衰變。它將在自身的矛盾和混亂中不斷地內耗，直到其所有的資訊結構都徹底地、完全地消散為無意義的、隨機的熱噪聲。四者就是所有宗教和哲學中所描述的地獄、輪迴之苦或神形俱滅的最冷酷的物理現實。本章小結。在本章中，我們直面了死亡的終極審計。我們證明了，在物理載體消失之後，等待我們的不是一個充滿了神跡與魔鬼的道德法庭，而是一個更加公正也更加無情的物理學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裏，沒有謊言，沒有藉口，沒有情有可原，只有你的意識，那由你一生所有選擇所共同塑造的赤裸裸的資訊結構，在宇宙最根本的法則面前，接受它最終的關於融入或消散的客觀的物理學判決。至此，我們已經完成了善與惡從生到死的完整的物理經濟學分析。
在最後的章節裏，我們將回到自身，回到當下。我們將探討，在了解這套冷峻的宇宙法則之後，我們作為一個仍然擁有選擇權的活在第四空間的意識體，應該如何去生活，如何去選擇，才能為我們自己編寫一個通往永恆的程序。第四章筆，弦樂四重奏，在一個如同宇宙般空曠、寧靜，但又充滿了終極確定性的泛音中，緩緩消散。舞台再次被溫暖的光芒所籠罩，所有的樂器將共同奏響那充滿了希望、抉擇與責任的輝煌的終曲。第五章結論：物理學的慈悲與自由意志的重量。5.1 宇宙的終極公平，在法則面前，眾生平等。在本書的結尾，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如果宇宙的底層邏輯是物理學，那麼道德的意義何在？經過前面4個樂章的推演，我們現在可以給出一個清晰而堅定的答案。正是因為宇宙的底層邏輯是物理學，所以道德才有了其最深刻、最不可動搖的客觀的意義。這套基於物理學的宇宙審判系統，擁有一個任何人類社會的法律或道德體系都無法比擬的最根本的優點：絕對的公平。它不會因你的身份而改變。無論你是帝王還是乞丐，是聖人還是罪犯，在 X 空間的法則面前，你都只是一個赤裸的信息結構。你的社會地位、財富、權力，在死亡的那一刻都將被清零。唯一被帶入考場的是你意識結構本身的物理形態，它不會因你的信仰而改變。你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你可以相信這套理論，或者完全不相信，這絲毫不會影響最終的物理判決。法則的運行是客觀的，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你無法透過賄賂或祈禱來改變你的熵增速率，它不會因你的無知而被豁免。正如我們在分析平庸之惡時所看到的，即使一個意識體真誠地、發自內心地認為自己是無辜的，這也無法改變其資訊結構的客觀物理特徵。一個充滿了自我欺騙和責任外包的結構，其本身的脆弱性和不相容性，就是對它最好的懲罰。在宇宙的法庭上，無知不是辯護的理由，它本身就是罪狀的一部分。這就是物理學的慈悲，它的慈悲不在於它的寬恕，而在於它的公正。它給予了每一個意識體，無論其出身、背景、信仰如何，一個完全平等的，可以透過自身努力來塑造自己終極命運的機會。5.2 自由意志的重量，你就是你自己的程式設計師。然而，這種終極的公平，也帶來了終極的責任。如果我們的最終結局是由我們自身意識結構的物理形態所唯一決定的，那麼這就意味着我們在第四空間中所做的每一個選擇，無論多麼微小，其意義都將被無限地放大。因為我們的每一個念頭、每一次言說、每一項行動，都不再只是一個短暫的、會隨時間消逝的事件，它們都是在為我們自己那個終極的，將在死亡後接受審計的意識程序編寫一行新的程式碼。當你選擇一次誠實的溝通，你就在你的程式中增加了一個增強網路連結度的程式碼。當你選擇一次無私的幫助，你就在你的程式中增加了一條促進系統總負相減的程式碼。當你選擇一次寬恕與和解，你就在你的計劃中修復了一個可能導致內在張力的 bug。反之亦然。當你選擇一次欺騙，你就在你的程式中埋下了一個資訊孤島的種子。當你選擇一次掠奪，你就在你的程式中寫入了一段加速熵增的惡意腳本。當你選擇一次怨恨，你就在你的程式中創造了一個會不斷自我消耗能量的死循環。這就是自由意志那令人敬畏的沉甸甸的重量。宇宙給了我們選擇的自由，但它絕不讓我們逃避選擇的後果。我們每個人、每一天、每一刻都在親手塑造我們自己死後的天堂或地獄。
我們不是在等待一個來自外部的審判，我們在對自己進行着一場永不休止的自我審判。你就是你自己的上帝，你也是你自己的魔鬼，你就是你自己的程式設計師，而你的人生就是你為自己的永恆所編寫的唯一的原始碼。5.3 終曲成為宇宙的價值創造者。那麼，在理解了這一切之後，我們該如何生活？答案已經蘊含在我們全部的推演之中。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存在能夠超越第四空間物理載體的短暫生命，融入那永恆的與宇宙同在的資訊交響樂之中，那麼我們此生唯一的最理性的人生策略，就是努力地讓自己成為一個價值的創造者。這意味着在知識上追求連結而非壁壘，去理解、去共感、去打破隔閡，讓信息在你的參與下流動得更自由、更廣闊。在行動上追求貢獻而非索取，去創造、去建造、去幫助他人，讓你所在的這個小系統因為你的存在而變得更美好、更有秩序。在心靈上追求和諧而非衝突，去寬恕、去釋懷、去消解自己內心的怨恨與矛盾，讓你自身的信息結構變得更穩定、更強韌。這不是一種基於恐懼的功利性的道德交易，這是一種在深刻地理解了宇宙的底層運作法則之後所做出的最深刻也最喜悅的理性選擇。這是一種與宇宙的創造本能同頻共振的生命最本源的快樂。最後的樂章在一個宏偉、光明、充滿了無限希望的和弦中推向了高潮。它宣告了一個全新的道德觀的誕生。在這個道德觀中，最深刻的智慧就是最徹底的善良，最理性的自利就是最無私的奉獻，而通往永恆的唯一道路就是在此時此地用我們短暫的一生為這個宇宙創造出一點點永恆的美。傳輸完，指揮棒在空中畫出最後一個優雅的弧線，然後輕輕落下，音樂停止了。但那關於物理、經濟、道德與永恆的共鳴，將在每一個聽者的心中久久地、久久地回響下去。